大家好，今次谷草野馬上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係第1場5班1650米嘅風雲，第6場3班1650米嘅魅力之耀，同埋第7場4班1200米嘅日馳千里。而2匹落飛馬精選就落喺第3場4班1650米嘅創科群英，同埋第4場4班1200米嘅紅愛社身上。入正最後直路啦，新幹線走唔走得甩呢？擠離咗一個身位嘅，中間俏郎中追緊，外邊上緊領創動力，馬林中間威威父子捐窿捐下上，外邊位置仲有風雲，最後百零米外邊係風雲，紅眼罩嗰隻領創動力，入邊大面龜俏郎中，再入邊威威父子上埋嚟，要影相，3匹馬相當接近，外邊數入去。風雲就大隻嘅藍眼罩，中間紅色頭罩戴面箍係俏郎中，入邊黑色眼罩係威威父子，3隻馬平排到咁滯，要影相啊！第4名係領創動力啊！哇！呢場5班賽事好似真係風雲色變啊！成排馬一齊衝過終點，外邊贏個風雲，跑第2都影相，威威父子俏郎中，第4名呢，咁好似明確啲啦，領創動力。噶啦，埋邊咧偷位上嚟噶嘛，有魅力之遙啊！中間就係呢隻美麗星辰已經係上咗嚟啊！響佢外邊噶嘛，仲有隻一定超啊！中檔位置咧就係火悟空啦，出邊係元朗精英滿心星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美麗星辰透出咗，外邊追佢嘅馬咧有一定超啊！再後多層啦，響入邊咧就開心三寶啦，魅力之遙亦都捐入邊上啊！最後50米到美麗星辰佔先，一定超，終點前將佢趕過，入邊上嚟嘅馬仲有隻魅力之遙啊！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超輕鬆啊鬥緊魅力之遙啊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開心勇區就追上嚟啦，響外邊上嘅話仲有確好勁啦，入邊位置仲有一起美麗啊，後多層嘅話就超易穩嚟噶，最後200米到魅力之遙佔先啊，開心勇區冚咗上嚟啊，咁啊埋邊位置仲有一起美麗，外邊追嘅嘛仲係隻超易穩，最後百零米開心勇區鬥緊魅力之遙嘅時候，超易穩一陣風響外邊過晒，超易穩贏啊，跑第2名，開心勇區中間入邊。魅力之遙，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立百川追咗上嚟，有冇機會過埋隻一起美麗呢？結果今場賽事呢就係超易穩，外邊逢馬過馬贏啊！遙救日馳千里上季3節於谷草1200米，當中有2場喺艾兆麗胯下取得，包括3班一翼由頭帶到尾，以一個馬位擊敗當時大勇嘅電源之駒。電源之駒追緊，外邊仲有呢隻冚天鐵翼啊！最後50米日馳千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啊！埋邊呢就係呢隻電源之駒接近終點，日馳千里放到。今季佢暫時跑過8場，只得1次季軍，不過能夠喺3班泥地1200米入圍，足證仍具備上階戰鬥力。今場落4班，跑返贏馬路程，回配贏馬拍檔艾兆禮，可憑較佳質素重啟勝門。越拋越甩，輕鬆贏出呢場賽事。千里神駒第2，日馳千里第3。仗義喺大鵝檔咧亦都壓入去噶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埋邊喘咗上嚟就平海之星啊，中間鬥緊噶嘛，有幸運福星啦，咁啊中檔活力精神啦，仗義外邊一鼓作氣已經冚上嚟啊，緊隨其後出邊追，仲有創科群英入邊試跑得，最後100米到仗義走甩咗個幾身位贏出呢場賽事啊，創科群英第2試跑得第3，第4名係埋邊嗰匹平海之星啊，結果今早馬都一樣有得冚下喎，仗義沿住個中外檔冚上嚟。大熱門咁啊，結果就再度贏馬啦！創科群英前中段貼欄外邊冚上嚟第2，涉入邊追嗰啲試跑得啊第3、第4名埋邊，仲有平海之星。好啦，隔1個禮拜再贏啊，不過就變咗大熱門啦，仗義。最後200零米啦，中城名區仲有一個馬位優勢，見到呢隻咧好大步啊！金創福威追緊啊，中間仲有雲高八斗健康快車，外邊追上嚟仲有閃耀天河啊！最後100零米，中城名區擺到喺前面放，貼到欄贏馬啦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有埋邊金創福威，出邊追上嚟閃耀天河。中檔位置追嘅馬呢，仲有隻紅愛射，出邊係傳承效應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飛龍在天走甩咗個零身位啊！見到外邊紅愛射就追緊，中間仲有飛輪霸，第4位入邊仲有宜昌精神，接近終點飛龍在天到唔到呢？咁啊結果飛龍在天似乎到啦，外邊紅愛射似乎得一隻馬咁樣追上嚟咋，跑第3名飛輪霸，咁啊第4名埋邊就宜昌精神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嚟晒一啲主動型跟前跑法嘅馬。
飛龍在天，結果擺咗喺前面放到啦。紅愛些追好多㗎，爭少少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係嗰隻飛輪霸。